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来研究黄俊良布袋戏内底两个主角，一个咱真知影，就是分州大儒侠苏彦文，另外一个咧，来讲苏彦文伫1970年代连续搬583集，结果去互政府甲禁报，黄俊良连续7、8档毋捌进入电视。到1980年代，伊重新倒转去到台视，无搬苏彦文，推出伊另外大家出六合三杰团，对啊。六合仙师嘛是黄俊良最出名一仙主角。迄个时阵布袋戏人啊请出来，主角就配一条主题歌，号做《运命》。歌词讲人生运命道风霜，啥人无波浪，只有更加爱坚强，唔通来悲伤。提出着咱的笑容，坚定意志向前冲，唔通互运命来安排，期待早日的成功。照国情啊来看，台湾歌独有这款鼓励人志气的特色。你想讲较早咱咧唱《青花嫂》，敢毋是讲运命好歹免计较，若有认真啊话会出头。啊，这条运命，这条感动人的歌，作词、作曲甲词唱拢共一个人。迄个时阵伊的艺名叫做何天，啊，伊另外一个艺名叫做王冠仁。照国情所在，落尾伊家己去改名。目前伫台南地拢咧研究武术，或者王朴树。尤其真特殊，就是唱这条《运命》，原来大风动。伊是身体较不便的人，举一支拐啊登台作秀，人称呼伊叫做拐啊歌王何天。啊，听这条歌，咧鼓励人的志气，国情深深啊体会讲，人伫咧错节的时阵，用这款歌，确实真正会感动咱的心灵。刷落去第二拍的歌词讲。寒冬过了有春风，唔通来放荡。做人更加爱坚强，自然无创伤。提出着咱的笑容，坚定意志向前冲，唔通互运命来安排，期待早日的成功。这正1980年代大汉的囡仔来看黄俊良的布袋戏《六合仙师》，这条运命是相当的轰动。啊，实在讲。人真正拄着挫折的时阵，若讲身躯边有人会当甲咱讲几句啊，讲吼做人更加爱坚强，自然无创伤。提出着咱的笑容，坚定意志向前冲，咱的心肝一定会换了较定着，真正会突破难关，会画出讲运命，我向你挑战。